大家问千万字，逐工要和大家做伙来捌一日。即阵啊，较接落雨，水气较重，有一寡物件摸起来较会伤伤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日，咱同齐来看到，这读做想，水有想第5条。台语字典解说想，就是念叶，咱讲是人想，也佫有讲老想、老人想、粒仔想。另外佫有长仔的念叶，咱讲是长仔想。啊，若喙齿的那啥物啊，咱讲是齿想。另外，这个想嘛有骨溜溜的意思。像讲路想想，嘛会当讲是形容词，讲想立立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2个词。头一个读做米糕想，意思是形容亲像米糕同款，淡淡佮黏黏，意思是讲一个人高高甜，咧讲交甜。第二个词读做想立立，会当讲是足黏足骨，或者是真淡，嘛会当讲是黏贴贴、想热热，也佫有想热热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2个词甲做伙。譬如讲，阿明要追求对象，敢若米糕想，甲人高高甜，真无简单，约到对方答应出来食饭，结果约了一间卫生无好、香辣辣的餐厅，莫怪见解见一改面，落尾就无消无息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读做想，提供给观众朋友来参考。